兄弟姊妹，大家平安。今仔日是2020年10月20号。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63篇第1节到第8节，民数记12章第1节到第9节，启示录18章21到24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是绝境。读到今仔日的经文伫启示录18章22节的中间有讲到安尼话，讲弹琴作乐分箫分号头的声音，各段无搁听见伫恁的中间。后壁即句话讲，逐样工艺的师傅各段无搁看见伫恁的中间。下无的声各段无搁听见伫恁的中间。咧讲到逐项工艺的师傅，即句话讲无搁再出现的时阵，牧师就想着讲，过去捌大概5、6摆的机会去到伫即个捷克Prague 去拜访我真爱去即个一个广场叫做 John Huss 的广场。伫共产倒台了后，到1990年即中间，还搁称作是捷克斯拉夫，迄阵还袂分裂做2个国家。即段期间，若入去伫捷克的时阵，还搁有迄种进入伫废墟的种的感觉啦对于维也纳开车或者是坐火车去到伫 Prague。其实拢真方便，约差不多用5点钟的时间就会通到其实拜访即个 Prague 的即个市政厅，即个John Huss 的 Plaza，除了有迄种纪念改教的先锋 John Huss 以外，当然还搁有即个是一个真重要观光的地点。是一个市中心啦有几个即个真重要的历史的建筑伫即个所在。牧师今仔要甲咱逐个讲的是甲迄个工艺的师傅有关系啦约著伫这1330年14世纪的时阵，捷克统治的王叫做波斯米亚王啦伊甲伊当时是即个贵族Wolfling即个家族买地建筑得到即个王的允准。伫即个内底有两个我真爱的一个建筑，就是一个叫做泰恩教堂的，另外一个是叫做天文的时钟啦我就是要讲这天文的时钟，即个背后有一个真悲惨的故事。照记载是讲，还是讲传说讲即个天文钟是一个真牛的师傅人去做的伊用即个即个建筑物是哥德式的建筑物做即个天文钟是互国王安尼真欢喜但是呢，即个极权的国王无望即个世界出现第2个相款的钟，或者是讲去互 copy 去安尼所以伊就甲即个师傅人目睭用互青迷啦。结果听讲即个师傅人一受气的下面就甲即个钟用互歹啦听讲过来的100年的中间，找无第2个人会通修理即个钟啦虽然这甲今仔日的经文无真直接的关系，不过就是讲要互咱来思考，当一人若只有顾着家己的想法、渴望、需求、权力甲欲望的时阵，真正以后亲像圣经所讲的，无即个师傅人即种其实伫逐个世代极权的政治中间拢有出现过。因若爱啥物，就用武力去夺取就好你看迄个纳粹，迄阵第二世界大战的时阵，因伫欧洲收割敌国的即个艺术的即个宝贝。台湾的白色恐怖时代杀害也是社会精英，就知影讲即个以后就无咬人啦
当人离开上帝的道路时，会失去一切进入这个绝境啦民数记的经文，咱看见着米利暗甲阿伦，因即两个人因为摩西带一个咱讲古实的查某囡仔来攻击伊。单纯的原因看起来是好若亲像是摩西即个太太，伊毋是犹太人，是一个外邦人，所以因无欢喜但事实上，古实女子的即个议题是一个假议题啦，用现代话来讲其实是摩西的哥哥甲姐姐甲摩西咧争权啦，这较是真正的问题啦牧师用三个角度来看啦第一个是伊的兄弟目空赤啦，咱若照今仔日的圣经看起来，民数记12章第2节透露咱看到即个因的阿兄摩西阿兄甲姐姐迄种。嫉妒的心啦因即位上帝是安怎只有甲摩西讲话尔尔，所以因安尼讲，耶和华减单甲摩西讲话，伊也减无甲咱讲话嘛，甲阮讲话嘛即个话上帝听见啦圣经阁有一个官符，就是讲有诶经文有写啦，讲摩西即个人极其温顺，赢过世上的种啦，是讲真值得人听啦这是第一个啦第二个，咱知影阿伦代表是祭司传统，米利暗所代表的是先知传统，所以伫遮嘛表示着讲祭司甲先知。因无欢喜上帝的中保，当然这有咧预表将来耶稣基督受着祭司甲这先知的拜帖。上帝甲人中间的即个咱讲中间人就是中保，就是摩西。因即两个传统来against 来争取第三个就是今仔日咧讲的假议题啦古实的女子，但是圣经互咱的资料并无济，咱毋知影到底即个古实的女子是摩西搁娶第二个某，也是安怎？但是有一寡历史的资料，互咱来看，真有可能米甸嘛是互人称作古实的所在亲像伫哈巴谷书第3章第7节讲，我看见高山的布片，高山就是古实啦拄着患难，米甸的地长离袅袅出所以咱会通看见讲有一寡信息，互咱知影，可能是咧指伊的原来太太希波拉，嘛有可能是因为伊死了后佮娶第二个某，咱无法度介清楚知不过，咱真清楚知，即个只不过摕来做理由。为虾米安尼讲？因为当摩西去带领以色列人，甲伊阿兄甲姐姐，搁一个见面的时阵，已经娶某迄个毋是问题甲民数记入来已经是真长的时间啦所以即个是毋是一个真正的议题啦？真重要的问题是在伫这些人。先知的人无顺服着上帝所差遣的中保，基督徒无顺服的人会互上帝来受气亲像上帝对伊的奴仆伫民数记，咱看到对米利暗、阿伦，特别是米利暗啦上帝真无欢喜。伫启示录所暗示的罗马，伊用巴比伦来讲。因就是违背上帝的旨意，所以这个帝国只有行入这个绝境而已啦所以咱爱真细致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是2020年的10月20号。今天的经文是诗篇63篇第1节到第8节。民数记12章第1节到第9节，启示录第18章21到24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绝境。今天读到的经文
启示录18章22节，这边说到说，你们再也听不到琴师乐手的音乐和吹笛吹号的声音，各样手艺的技工再也找不到，推磨的声音再也听不到了。这个经文，特别是在中间那一段，各样手艺的技工再也找不到了。让牧师想到，我有多次，大概6次的机会，造访这个捷克的布拉格。牧师特别喜欢到访的地方是那个约翰胡斯的广场。在共产倒台之后，一直到1990年。这个国家还叫做捷克斯拉夫，他们还没有分裂成2个国家。每一次进去的时候，都有一种进入匪区的感觉啊。从维也纳开车或是搭火车都极为方便哈。到这个布拉格，大约五个多小时的路程就可以抵达。拜访布拉格的市政厅，就是所谓的John Hus 的这个 Plaza。除了纪念我们说的改教先驱约翰胡斯之外，其实这里有很多值得观光的地方，这也是观光的重镇重要地区市中心。有几座特别的建筑物，礼拜堂的建筑在这个地方。1330年左右，就是14世纪的时候，当时候的国王波西米亚王，他允许也跟这个贵族一起，购买土地来建筑的。牧师最喜欢的建筑就是那个哥德式的泰恩礼拜堂，还有一个是天文钟天文钟。今天其实要用天文钟来跟今天的主题稍微来分享天文钟有一个悲惨的故事，就是说据说当时候天文钟是这个国王跟这个家族他们委托跟礼拜堂跟这个周围的一些建筑物一起盖，然后这个天文钟是非常非常漂亮的也很独特的为什么会独特呢？因为这个国王在看到这个美丽的钟之后，他有一个想法，他不希望世界上出现第二个，或是有他这个钟表的技师又去做另外一个所以他就把工匠的眼睛弄瞎了。那据说呢，工匠就一气之下就把这个钟也弄坏了。听说后来的100年当中找不到人可以修理找不到人可以修理这个钟。当然后来这个工匠也被弄死了啦虽然这样的故事背景跟今天的经文没有很直接的关系，但是牧师看到那一句各种手艺的技工再也找不到，就联想到这一个故事这一个故事。那相同点是，当人们只顾着自己的想法、渴望、需求跟欲望的时候，权力的时候，真的以后就没有工匠了。为什么这么说？就是在各个集权的统治当中，他们基本上都是用武力去夺得自己想要的东西。纳粹当时候在2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如此的搜刮了各国的艺术珍宝。台湾在白色恐怖的时期也杀害了社会精英很多的这个精英分子就不见了当人们离开了上帝的道路的时候，也将会失去一切，进入绝境当中。我们看到民数记的经文，今天记载的是米利暗跟亚伦。经文是说他们因为摩西娶了一个古时的女子而攻击他。那单纯来讲，这个原因是因为摩西的太太非犹太人，是一个外邦人。但事实上，古时女子这件事情只是一
用现在的说法叫做假议题，其实就是摩西的哥哥跟姐姐在跟摩西争权，这个才是真正的问题了哈。那在这个经文里面，我们用3个角度来思想。第一个就是，他的哥哥姐姐们呢，这个眼红哈，眼红。在民数记12章第2节，他们这样说：难道上主只借着摩西说话吗？他不也借着我们说话吗？当然上帝听到的这样声音。然后有经文说，摩西是一位谦虚的人，他比世上任何一个人都谦虚。那因为这样子，他让上帝跟很多人喜欢他，所以他的哥哥姐姐就眼红了。那第二个呢，我们知道亚伦是代表祭司传统，那米利暗是女先知。那基本上就是在说这2个传统对上帝的仆人所谓的中保的不服从，那有可能是也在预表耶稣基督将来所遇到的一个情况。亚伦代表祭司传统，米利暗代表先知传统，摩西是中保，像耶稣基督一样。上帝与以色列中间的传递者，我们可以参考这个民数记后面的经文的第7节到第8节哈。那第3个呢，我们来谈到这个古时的女子。其实圣经给我们的背景并不多哈，我们没有办法知道到底希波拉是不是古时的女子，或是因为希波拉死掉之后，摩西又娶了第2个太太。可是我们可以知道，在圣经里面另外一处，在哈巴谷书第3章第7节的经文告诉我们，他说：我看见古山人恐惧，米甸人发抖。古时跟米甸啊，其实是也可能指的相同的一个地方。不过很重要的一个问题是，当摩西受差遣回到埃及去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他早就娶太太了，所以那不是真正的问题。真正的问题是你看到民数记第12章了，他们在那个地方才开始在跟摩西争那一段时间了。其实他们在争的问题是，他们没有得到充分的授权，或是说根本就是不顺服了，根本就不顺服。基督徒不顺服会让上帝生气，如同上帝对他的仆人，我们今天看到的米利暗、亚伦，他们特别是米利暗上帝非常生气他。那启示录当中所安寓的罗马这个巴比伦帝国，违背上帝的旨意，他们只有让这个帝国走入绝境而已。我想这给我们很重要、很深刻的提醒。